亲自来录音，互圣安圣教会会当诚侪南区极大的祝福，诚侪上帝所设立伫南区的金灯台。了，请为着第二部分儿童主日学的大道事项的第3点，2月初1到2月初6，要有5位的老师同工往北海道美美谷爱林教会参加台湾人的演习会，请为着行程的平安来祈祷。伫这当中呢，咱的少的传道甲孟村传道，因也同齐做伙带队过。所以，请为着这个代志来仰望上帝，或者个训练会伫当中，咱的同工有好的学习，有好的充电。所以，咱为着儿童事工继续来带祷。了第3部分，咱也为着学生团契的祈祷。正月25到正月27，就伫后个礼拜日的4、5、6要来这个礼拜日的4、5、6，要去公安教会举行学生的退休会，所以咱请为咱的囡仔、咱的细囝来祈祷，求上帝亲自赐恩特别为着孟村传道、少的传道，因为这个福世内底栽培下一代，咱为着咱的下一代来仰望上帝，赐恩家天开乐伫其中，咱就为咱所领受的恩典，以及为着这3项大海的代志，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，你的疼痛照顾甲阮同在。直到如今，耶和华上帝，你的祝福伫阮的身上，所以阮领受极大的恩典甲疼痛。所以，阮伫这个时阵，搁再一届来仰望你的疼痛甲照顾。你赐恩伫阮内面，阮为着教会上帝你来引带阮，来感谢主上帝你的疼痛。主你亲自引带教会到伫如今，经过年日，你互阮会通伫其中来长大来成熟。主，阮感谢你亲自来引带，看顾甲圣安圣教会同在，享受安乐圣教会对主你领受恩典。主，阮会通伫当中。三甲做伙伫南区来开拓，但愿四平安的上帝亲自纪念每一位亲爱的同工，也享受阮特别甲行员团队同在，享受看顾保守，通互整个的侍奉伫主你的内面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主，阮来为着主日学这个福师来祈祷，为着少的传道、孟村传道，因安尼三甲做伙。为着主日学的调磨，主你亲自纪念，并用加倍的恩典，就是你所享受智慧甲聪明的灵这个无力的灵，敬畏耶和华知识的灵。主啊，你亲自享受伫其中，互稍微传道甲孟村传道伫主你的照顾的下面，伫主你所享受的徛起的日子，主你亲自。用你家己的灵，大大高抹，亲像过去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你伫地面上受圣灵的高抹同款。唯愿阮伫你的面前，望恩典的看顾，主你亲自赐恩伫阮的新的一代，帮助阮、引带阮，互阮伫承接上帝你，互阮伫地面上服侍的日子，阮会通同心为着所信的福音，同心来努力。主，这是你的教会，你录用你的教会，互你的教会诚侪你欢喜阳光的见证，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、属你的子女，伫这个服侍的顶面，主，阮是甲你同享阳光，甲你同工，甲你赢过所有一切的权势，互阮不但是家己来得到祝福，更加是录用阮诚侪正人的祝福。主，互阮甲你同款，诚侪这个地面上的光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明传兄来报告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教会赠送每一个家庭春联甲的红包袋啊，
欢迎兄弟以家庭为单位，至交代的领取一份。第二，正月25至27，学生团契将前往公仔林教会甲当地青年联合举行退休会，愿上帝祝福伫其中有美好的联谊，并请兄弟一同带导。第三，本会植花节的先生郑光雄老先生伫正月17离世，定伫正月27上午7点50分伫殡仪馆和平堂2号举行公祭，邀请兄弟一同前往致意，安慰家属，请伫当日上午7点40分到现场集合。第四，正月27下晡2点半，乡亲团契邀请蔡中雄校长专讲对圣经观看。对圣经观点看，以把恩怨情仇，欢迎兄弟参加。第五，正月28下午1点，将伫教会3楼召开2月份定期祭祀会，请祭祀同工注意时间出席会议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。敬拜俄乐，请敬拜团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伫冷冷的天内面，咱有真烧复活的心，阿门。嘿，搁有日头，所以咱拢有望望吼。有日头的日子，就是光明的，互咱伫面前会当看到日头，看到迄拍蒲光的时阵，我上爱每一天的迄个拍蒲光，就是黎明稍微有亮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起床了，我就在等候那个拍蒲光，就黎明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我很喜欢那个时刻。好，咱就来感谢，用欢喜心进入到咱的上帝的义务。主，我们感谢俄勒你。好，咱要先来做伙唱，等下会轮唱哦，吼。咱先来唱2摆，迄个做伙唱，等下会轮唱。看你要对师母唱就唱，要对伊唱拢会使。因为这首歌就是你要对着唱拢会使安尼。好，咱来试试看这种此起彼落的赞美的感觉。好，什么此起彼落的时候，六所在拢在学乐迄款欢喜，互上帝灵甲咱做伙，伫个圣殿中，然后咱的百姓的学乐伫个面前充满了圣殿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要感谢学乐你。主，我感谢学乐你。主，我感谢罗你，你稳定天堂的民无憾，我在下罗称赞来。主，我感谢罗你，主，我感谢罗你。
上帝拍手。为着一切伊的厚恩，咱伫伊面前献上满满感谢。所以咱请起立来吟大声欢喜，大声唱歌，大家来欢喜，来大声唱歌。感谢俄勒耶和华，圣正感谢，小你献花，只愿救人相面子，上帝恩典叫大无比，只肯笑，惊替我心，你是为我可救主，两地出来真欢喜，上帝圣会变我天的，我本真理是一个，欢喜真理耶稣圣会，咱比上帝三高杯，上帝圣会，人如何有，拢是救主所拯救。不改变这不分彼此，平安只有一位主。大家欢喜，大声唱歌，感谢我荣耀和华，正正感谢上帝圣会，只愿救人相面子，上帝恩典叫大无比，只肯笑，也替我心，你是为我可救主，两地出来真欢喜，上帝圣会变我天的，我本真理是一个，欢喜真理耶稣圣会，咱比上帝三高杯，上帝圣会，人如何有，拢是救主所拯救。不归天这不分彼此，天下只有一位主。咱要来感谢哦，咱先开嘴来感谢上帝的拯救，上帝在咱的当中一切美好，咱再先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掌权，上帝圣会遍满了天下，上帝你拯救世间人，无分男女老幼，无分富贵贫贱。我们感谢你，大家人在你面前拢是看做掌上明珠，大家人看你面前，你保护亲像保护阮的目睭人，遐尼啊斟酌，遐尼啊无所不至的疼痛。我要感谢，我要直接开声来祈祷感谢你一切的孝恩，你孝待你的百姓，你的应允一切要互阮对你的保护内面得到拯救。咱要无别项通我靠，只靠耶稣基督。只靠你的保护，带阮来到上帝面前，互阮通甲真神上帝三甲和好的福分。对你遐哩阿爸爸啊，对你遐哩得到一切丰盛美好的人生，佮甲永远的救恩。主，阮有伫遮不时来笑脸，不时来欢喜感谢，愿你会答祈祷靠主圣尊名，阿门。主耶稣的道，
耶稣的宝血，我的下垂的空气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，我的体面青春意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，都不归主耶稣，也比千手而龙，远不把你看空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，我可家己无功劳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会高尚的守护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，都不归主耶稣，也比千手而龙，远不把你看空，只靠主耶稣的宝血。哈利路亚，兄弟伫倒落？咱的兄弟伫倒落？弟兄啊，你伫倒的？你也一好山也一好，好阿妹，姊妹伫倒？好，咱来唱第40的时阵，姊妹来唱，迄个即刻主耶稣的宝血，拢兄弟来应，安尼了解吼？较有开力，较肯定的哦。第4节，来，为你心中的弟兄。姊妹来，为你和我家最先，这位来，都不归主耶稣，也比千手而龙，远不把你看空，即刻主理解。姊妹来，最大为你转堂里。Amen。误会为你谁前去？老魔鬼，老魔鬼主耶稣，愿你千手而龙，远不把你看空，即刻主兄弟来啊，兄弟来兄弟。即刻主耶稣的宝血，哎，即刻主耶稣的宝血，都不归主耶稣，愿你千手而龙，远不把你看空，即刻主耶稣的宝血。感谢主的厚恩，哈利路亚，别无通讨，独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圣过的宝血，互咱称做义，互咱得到救赎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阵，咱感觉咱真软弱，当摆拢惊大，伫这世界内面有济垃圾污秽满了身躯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求到你互阮洗清气。你的恩典总是比阮的罪较大。咱请提琴solo 一次。多多在你的疼痛内面，有一个种的无条件的疼痛，无分贫富贵贱，无分地位关系，多多你的面前，原来是你的宝贝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想求主耶稣基督，一片欢喜平安快乐。虽然我情愿最痛。
是罪人，无神灭伫我心事，但愿上帝如何改变，应该修饰加添担当，主恩比罪较大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可家己全无功劳，只可耶稣做我良伴。头脑不会出的想到，为谁罪也无存是我，主恩比罪较大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要唱上救主尊名，我连快乐欢喜吹声，阿乐主爱给多无比，世世代代永无散离。主恩比罪较大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要唱上救主尊名，我连快乐欢喜吹声，阿乐主爱给多无比，世世代代永无散离。主恩比罪较大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嘿，姊妹，咱彼此会当找一个人，也是你翁仔某，也是什么朋友，你要跟他说，主的恩典比我们的罪孽更大，来甲唱，来呼唤咱唱两摆，甲人讲有这款的福气啦。主恩比罪较大。咱来唱哦，来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来，咱今日先看来，主恩比罪较大，主恩比罪较大。我最是到主的道路，主恩比罪较大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天父上帝，你会听到阮同在，对过去到现在，你的恩典一直拢伫阮的心里。你是主赦免人的罪过，医治人的病痛。所以，阮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恩典。主，因为你所受的鞭伤，阮得到医治；因为你所受的刑罚，阮得到平安。主，恳求你因着你的疼，伫这个时阵，搁再一届怜悯阮，怜悯阮，怜悯阮，就是遐个阮袂堪得到的恩典。主，你因着你的怜悯，要赏赐予阮，
所以伫这个时阵，恳求你透放医治的恩膏，医治阮心灵的软弱，医治阮身躯的病痛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重新得到清气的心、正直的灵、阿门，健康的身体、阿门，活泼的活命。是上帝，你是主，是上帝。你的恩典赢过阮的罪孽，你的能力要伫阮的软弱显出完全，你的慈爱要伫阮甲阮的家庭显出永远的疼痛甲保护。祝福阮领受你的活命的时阵，愿由阮甲家己，搁再一届献互你，是诚侪活活的祭物，互上帝你来路用阮。伫阮甲主同工的时阵，伫阮甲你同行的日子，主阮也要甲你同得荣耀。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阮的身上，伫阮的家庭，伫你的教会，伫阮徛起的城市，伫你赏赐互阮的国家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将上大荣光感谢归于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。同齐来上读主教是咱的祈祷，请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继续，咱用启应文来教读上帝的话。启应文第3篇。我客兄弟来用好的时阵，三甲来上读。上帝啊，求你保庇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因是个水又个良善，是我上界迄一个。用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因的受苦要加添。伊所交奠的血，我也无献上。我的喙唇也无提别的上帝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用锁仔量互我的地界，锁了伫加密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耶和华，我必称颂迄个指教我的耶和华。我的心肠伫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常放伫我的面前，因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抵到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阿门。因为你必无将我的灵魂，放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者见羞害。你必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阿门。多谢，感谢上帝的聆听，感谢上帝接受咱的敬拜。咱这时要请牧师来讲道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，谢谢。周报第4面。
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，咱同齐做来上读，请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3个月，迄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因离了离非定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伫遐的山骹安营。摩西到上帝遐里，耶和华对山顶呼唤伊讲：你要安尼甲雅各家晓諭以色列人讲，我埃及人所行的代志，恁拢看见了。并且看见我亲像鹰，将你派伫石膏顶，带来归我。如今恁若实在听叹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伫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。恁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。这话你爱甲以色列人讲。但愿伊伫教会中，并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示罗伫遐里有以利的2个囝，何弗尼、菲尼哈，做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的2个囝是恶人，无认捌耶和华。安尼，这2个少年人的罪伫耶和华的面前慎重了。因为因藐视耶和华的诫命，耶和华对约伯讲话了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讲：我会受气，甲你的2个朋友发作，因为恁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是。即时你爱取7只牛犅、7只羊犅，到我仆人约伯遐尼去，为家己献上烧祭。我的仆人约伯就为恁祈祷。我因为业立伊，就无照恁的愚妄办恁。恁议论我，无亲像我的仆人约伯讲的是。对安尼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所法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业立约伯。阿门。能够在一届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因你的疼痛，阮会通自集伫你的圣殿中，和平的圣灵，恳求运行伫阮内面，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得到恬静。因你名的缘故，互阮甲你同齐领受，你应允，就是你信实的约，所要享受阮的一切。阮伫遮感谢你所予阮的救恩，又搁接纳阮诚侪你的儿女，又搁应允阮诚侪你的祭司。就愿你伫一切的事上扶持坚固阮的心，坚固阮的心。阮伫下面的时间，搁再一届恳求亲爱圣灵来运行、来引带、来赐福。阮同心恳求，就是互阮会通听明白上帝你的话。对安尼恳求你特别教示传讲的人，互伊伫你的面前会通照着你的心意，谦卑来传达，也互阮同齐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，叫阮会通真真实实进入你所应允逐样的祝福，就是这一属灵的福气、平安甲疼痛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伫今年的时阵，要三甲做伙来注重伫几个代志，就是君尊、祭司甲国度。咱来看周报第1面封面迄个所在。周报封面内底呢，咱看2024年度的主题：君尊、祭司的国度。伊所强调的有3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君尊，第2个就是祭司，第3个就是国度。今年咱望会当对着这当中，更较侪来认捌上帝对咱安乐圣教会的心意。过去咱的教会伫上帝的赐福内底，
是一个真正有听的教会，又阁是一个真正互上帝所录用，会当祈祷的教会。搁较是伫上帝的恩典内底，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毋那敢若是伫咱的国家，咱也会当去到其他的国家，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分享上帝所赏赐互咱逐样的丰盛甲产业。上帝救赎咱，是要互咱会当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；离开苦楚，进入上帝的喜乐甲平安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，满了3个月迄一天，因来到西奈的曠野，因就离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伫迄个所在安营。出埃及这个代志，一直伫圣经内底，特别伫旧约内底，一直重新重复来提醒。原来以色列人自从约瑟甲因的家族进入到埃及地，了后有新的王起来，无认捌以色列人，无认捌约瑟为着埃及所做的一切。因为因看到以色列人得到耶和华上帝的祝福，所以因生团真济，因愈来愈强盛。总是伫即款情景下面，因愈来愈惊以色列人。因伫迄个时阵就讲，即使若是拄着战争的代志，以色列人联合着其他的人来拍咱埃及人，安尼咱埃及人毋得袂无位啊。所以因就开始起来苦毒以色列人，甚至将着因出世的翁婴仔，若是查甫，因就甲伊杀死，独独存留这个查某囡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因安尼做了后，上帝伫迄个所在纪念伊所用的约，甲亚伯拉罕伊的祖先所约的立的约，上帝亲自落来。圣经有一句话讲：以色列人因为因所受的苦，上帝看见；因所出的哀声，上帝听见。上帝讲伊要落来，伊亲自落来。这个甲咱活命内底所拄到的情景，敢毋是安那真相像？我毋知你的人生内底有拄到什么款困难艰苦？在困难艰苦，上帝其实拢总有听到。上帝听到你艰苦的声，伊明白你的苦情，伊落来，伊甲你同齐做伙。上界具体的表达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，成做世间人的款式。伊甲咱同齐做伙笑，甲咱同齐做伙哀哭。伊陪伴咱伫任何的时刻。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亲自带以色列人出来，因原本住伫高山地，了因经过巴哈希洛落来，过红海，来到苏尼的旷野，经过顺的旷野，来到利非定。了后来到西奈山，考起来的时阵，伫西奈的旷野。因伫这当中所行，原本因是要为这个所在过去，但是圣经伫迄个所在讲，因为以色列人毋捌战争过，所以耶和华上帝恐惊因若经过非利士人的道路，拄着战争的代志，因就搁退倒转去，所以上帝就无带因对这条路来直接到遮，所以上帝互因对下骹面了后，苦位遮落来对南平面去。上帝安尼来带因，因就伫这个所在，因伫遐尼对遮出来，因是安怎会当出来？因为上帝亲自兴起10个灾害出来。咱若斟酌读出来及记的时阵，咱会通看见头前的2下灾害啊，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互摩西甲埃及尼罗河变做血的水。这当中所做的埃及的法律啊，这些术士啊，这些魔法师、巫师也有缘有法度做这样代志。但是听下到第3项，就是上帝甲摩西讲：你去涂骹，甲迄个土粉摕起来，扬往空中。了，迄个所在的这些土粉，伊就会变做网啊。咱和合本甲伊翻译做撒母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上帝甲摩西讲，
了后，伫即当中呢，埃及的遮个法师也要伫迄个所在，甲涂骹的土粉摕起来，也往空中，望会通变做沙漠，变做网啊。但是因却无法度做。圣经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，了后遐术士因着同齐发出一个声音讲：这个代志出伫耶和华上帝。这个代志是出伫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对迄个时阵，法老的心才开始软弱落来。但是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当中，咱爱真斟酌看见，有一寡代志，这个世界原来当做。甚至伫到这个世代的时阵，咱会通看见，当人愈来愈厉害的时阵，咱 AI 愈来愈厉害。你看，甚至咱一个手机拍开的时阵，明明都毋是你咧讲话，但是恁妈妈对着相机对手机内底听到的是你的声，看到是你的人的影，但是毋是你咧讲话。所以人改成真厉害。甚至咱的心脏嘛会通用个叶克膜，伫个所在甲伊换落来了后，再搁倒一粒新的心脏落去。人改成是真厉害，但是上帝并无互人厉害到法度做出生命出来。就是伫当时埃及的术士遐厉害的时阵，上帝又安怎样？保留着活命是对伊所来。所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。活命伫我，搁活也伫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伊也一定会搁活。活命是出伫上帝。耶和华上帝用10个灾害，毋是伫迄个所在伫遐呢来变魔术，互埃及人看讲哦，恁的上帝足够变魔术，毋是。耶和华上帝用着10个灾害伫埃及发生的时阵，迄10个灾害是。针对着埃及的10个神明，上帝其实就是咧甲因讲：天顶第一独独我耶和华上帝是真神，是唯一的神。其他的神明任凭恁叫因神，但是因无能力，因就是有能力，因嘛无法度亲像我耶和华会当救恁脱离死亡。所以到伫上路尾手的时阵。咱看到黑暗的灾害，咱看到到伫上路尾一个灾害，上路尾一个灾害是伫迄个所在杀以色即埃及人的大囝，因为埃及人杀死以色列所有的查甫婴仔。上帝有怜悯埃及人无？有哦，伊是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查甫婴仔。但上帝只有杀死埃及人的大囝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一定爱对这个所在明白，上帝就是处理刑罚的代志。上帝有缘，抑个是啥？出手轻轻啊，咱对上帝对10个，上帝敢若轻轻甲咱拍一个。这也要证明耶和华上帝对世间人、对你、对我，甚至也是对着这外邦人，亲像摊拄只牧师娘带咱所吟唱的诗歌的时阵，主来找咱的时阵，咱是罪人，但是咱是领受上帝恩典。今仔日咱正做上帝后生查某囝。圣经伫这所在讲，安尼上帝带因出埃及，上帝到伫上路尾手的时阵，会来杀死。埃及人的大囝，是因为埃及人到伫落尾讲这样代志，就亲像咱华人社会古早的迄个戏剧共款。迄个戏剧内底讲啥？皇帝是啥？天主，天顶第一，皇帝上界大。但是呢，皇帝顶悬有天啊，但是我是啥？天主啊。所以我是天主的时阵，我是皇帝，我是上界大。上帝甲法老王讲：你毋是上界大，我才是上界大。你杀死我所有的查甫婴仔，上帝讲：我要杀死你的大囝。法老王犹原毋惊，毋听上帝的话，伊甚至甲摩西讲：你无搁再见我的面，你袂当搁再看到我。上帝甲伊讲：是你无搁再看到我，因为我无爱互你看到，毋是你袂当。毋是我袂当看到你，上帝甲伊讲啥？是我无爱互你看到我，所以上帝杀死法老以及埃及所有的大囝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唔通讲上帝啊，我无爱看到你。该烦恼的一项代志是，有一天咱看袂到上帝的时阵，咱的人生就乌有呀，绝对乌有去的。就要上帝陪伴咱，就要上帝教示咱，就要上帝引带咱，咱的人生才有盼望，才有祝福，才有稳定。上帝带以色列人出来，法老王因为心刚硬，无用稳以色列人所做。上帝带因出来到这个大城的时候，圣经讲，因来到利非定，利非定是这个所在。利非定这个所在是休困安息的所在，但是上帝不是用休困伫遮，因为应允的土地是伫遮。但是上帝予因对这个所在出来有暂时的休困，了靠北平来到西奈旷野。西奈这个字是刺，是插，是刺配的意思。意思是上帝予因伫这个所在来得到安稳，但是上帝又愿要甲因讲：，你的人生虽然充满刺配，虽然充满真侪稀奇，真侪这仙人掌、仙人掌，但是上帝甲伊讲啥？你伫我的内面永远有安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甲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，伊敢若甲埃及的法老王讲这样代志：你用阮我的百姓出去，或者讲我是安怎爱互你的百姓出去？上帝甲摩西讲：你甲法老王讲出去，讲你互我的百姓出去，去到我要互因去的山，伫我的山迄个所在来敬拜我。上帝带因来到西奈山，伫这个西奈山内底有啥物货？有刺，有刺配，会刺插人，会刺插人。上帝伫迄个所在跟讲是，恁伫苦难的日子内底，上帝带恁出来。恁的生活内底犹原有苦难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亲自看顾你。当你遵行我的律例典章的时阵，你的活命就会带出新的平安。人要对抗这个世界，是来到西奈山领受上帝律例典章诫命，了咱遵行去做，咱就会当对着有刺配的所在，行往着上帝应允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出埃及一个真重要的脉络。通过这个脉络，互咱去明白上帝引带咱，因来到伫迄个所在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你甲以色列家、甲雅各家安尼讲，我埃及人所行的代志，恁拢看到。今仔日我甲恁对着埃及苦难的所在，甲恁带倒出来。我甲恁亲像老鹰蜡叶派着鹰仔囝，对着苦难的所在出来。上帝讲：我带恁出来，带恁出来做啥物货？带恁出来来归属我，毋是甲咱目睭看我，乃是恁是属我的百姓。我是恁的主，我是恁的上帝，我是你的爸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我是你的倚靠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拯救咱，是要互咱属伫伊。上帝拯救咱，毋是要互咱过咱家己意爱的生活。上帝拯救咱，是要爱咱过上帝创造咱的目的。上帝创造咱，互咱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去完成迄个荣光的祝福。迄是上帝带咱来归依上界大的目的。上帝讲：你要怎样做我的子民？你要怎样甲我同款享受荣光？你要甲我怎样同款会通治理通天下？上帝讲：你遵守我的约，安尼你伫万民当中就会属我，特别甲别人有分别了。你会做我的祭司。上帝不但是互咱真侪伊的后生查某囝，真侪人拢真意爱做上帝后生查某囝，我嘛真意爱。但是上帝互咱一个更较大的，毋是干那互咱伫厝内底躺平啊。
真侪基督徒就是享受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赐我食，赐我穿，赐我欠小唔免还。了后呢，我就躺平伫上帝的家，啥物代志拢免做，上帝啊，天顶就落金仔降落来，哦，安尼上好。啊，无上帝，我了努力一下，你互我会当安尼趁真济。我了努力一下，我来买台积电，咱我买台积电的时候，进前讲500外，安尼3工内底请到600外，上帝啊，感谢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安尼咱就会变做躺平族啊，灵性上的躺平族。但是上帝毋是意爱咱安尼啊，上帝互咱伫伊的家庭内底中大成熟，但是伊最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咱爱成做伊的祭司，成做伊的祭司，来服侍人，来甲罪人带到上帝面前，得享恩典。所以，咱的信仰绝对袂当停留。顶礼拜咱有真足听牧师娘所讲的讲道，咱是咧追求宗教，还是咧追求上帝？追求宗教，就是宗教只不过是人的一个寄托，宗教只不过是成就我人这个经验，我的意爱，这就是宗教。外邦的人嘛是同款。无信上的地人嘛是安尼啦，生命啊，你著想诉我，好，你若安尼，互阮囝考到大学，考到台大，我著安尼来甲你写信，我著来拍一块金牌。啊，你若互我钓到1亿，我安尼5000万拢互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都是同款啊。所以咱伫即个画面内底，咱若是追求这就是宗教；但是咱若是追求认捌上帝，咱是照上帝所讲的话去行，安尼迄才是真正认捌上帝，迄才是咱真正的信仰，毋是成就我的心愿，是上帝啊！你创造我，有你创造我的目的，互我完成你创造我的目的，迄才是咱活伫这个世界上界重要的责任。上帝讲：“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”所以，咱伫当中要三甲做伙，同齐来成就上帝的心意。2023年的时阵，伫咱教会到伫12月31的时阵，咱有即个年度的跨年祈祷会。咱感谢主，有真侪遮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。为着咱的教会来守望、来祈祷，我毋知影你有来啊无？总是上帝拢知影你有来啊无？真侪人去跨年，真侪人去暗会，真侪人选择别个所在，但是即一群的这兄弟姊妹，因三甲做伙来到伫耶和华的殿中。伫迄个时阵，12月初的时阵，我知影跨年祈祷会爱有对着明年度。有一个新的计划、新的愿望。我对12月初的时阵开始祈祷上帝，但是一直拢总毋知，毋知影讲上帝啊，阮2024年的时阵，阮到底要做啥物会？我真正毋知。了到12月底的时阵，29、30、31，迄个时阵开始，上帝甲我讲一个代志。一直到有一天的时阵，我伫迄个年底的时阵，上帝真清楚甲我讲一个君尊祭司的国度，君尊祭司的国度，君尊祭司的国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真清楚甲咱讲，咱已经伫离非顶安息一段时间，咱需要进入到西奈的旷野。对着刺皮当中经历上帝的平安，对着咱过去的稳当内底进入一个征战的时刻，咱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，互上帝保护咱平安，咱是应该对着咱的画面内底勇行起来。教会上少有4种的功能：第一，伊就是有家庭的疼痛；第二，伊就是有学校的学习。所以，咱学习做温度。第三呢，伊是病院，伫咱对上帝话语的领袖内底，
咱会当得到灵魂的医治、身体的健康。但是第四，上帝爱咱成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起来，甲这个世界的罪恶征战，毋是靠咱家己和罪恶征战，是咱军队圣灵、军队救主耶稣所做的去行，咱就会当成做耶和华的军队。当以色列人住伫埃及430年满迄一天，圣经讲，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出来。咱就斟酌迄句话所描写，耶和华的军队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人敢有受任何的军事训练？无呢？因迄个时阵，抑阁是啥？抑阁是奴隶，抑阁是狗奴才，无身份，无地位，嘛袂晓烧战。但是圣经讲啥？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出来。咱爱甲这个顺序弄互伊对，就是咱若是愿意对埃及出来，咱就会变做耶和华的军队。毋是咱变做耶和华的军队，咱才对埃及出来，是咱愿意对埃及出来，咱就会变做耶和华的军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上帝引带咱征战，毋是咱家己征战。那咱家己征战，这稳死的啦。但是，若是咱对上帝来征战，咱就会当过红海，咱就会当过约旦河，咱就会当赢过埃及所有的生命，赢过世间所有的生命。所以，上帝引带咱，互咱进入君尊祭司的国度，咱要成做耶和华的军队。这个人伊是受上帝所分别出来，特别竞选出来，因可能会感觉真孤单。因伫万民当中，和世界的人无共款。今仔日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敢毋是也犹原共款安尼呢？因啊犹原共款，当世界全部的人拢也反对犹太人的时阵，犹太人因开始咧敲找上帝，因开始咧敲找圣经旧约内底所讲的迄一位上帝。上帝甲因带倒转来。因是安怎有法度伫即块土地来徛起？因伫迄个所在讲，因为这是上帝应允阮所得的土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以色列甲哈马斯咧相战，全世界的人拢伫迄个所在骂以色列人毋对。但是咱爱真斟酌的一项代志是，以色列人毋是主动发起战争的迄一位，以色列人是受人攻击、受人吞打的迄一方面。但是这个世界媒体受到反犹主义的影响，所以呢，一面倒，完全拢批评以色列人。这就亲像啥物货？亲像我带一群人去恁兜。甲恁兜的物件全部拢将抢走，甲恁兜的全部的所在破坏掉，害死你的后生查某囝，强奸你的太太，了后你夜倒啊起来和我相扑，了我就去法院告你，告讲你是安怎会当甲我杀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爱真斟酌注意，真斟酌注意，毋是互这个世界的思想来影响你。咱看这样代志的时阵，咱若真斟酌注意。咱今年的选举内底，柯 P 讲的这三卡都，然后你斟酌家看。每一届咧选举的时阵，就是国民党的讲民进党歹，民进党的讲柯 P 歹，柯 P 讲国民党的歹。敢有人讲我好？烧钱的时阵，拢无讲人好，恨不得甲伊祖先18代拢甲伊乌出来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真斟酌伫这个世代内底，咱是毋是互上帝分别出来？咱如果若是互上帝分别出来，
咱就袂当和世间人共款犯罪，咱就袂当和世间人共款为非三做。咱就毋是干那追求咱的人生，咱的好野富足，咱是追求上帝你的旨意有得成伫我的身上无？什么是君尊？君尊这个字有意是做国王的，君尊这个字也是意是做王子的，就是伊将来要承接国家的产业的。君尊这个意思也佫有另外，伊是伫王宫内底的，伊是皇亲国戚的。君尊这个意思也佫有另外，伊是受车遣的大使。君尊这个意思内底上少有这4种。我毋知你是倒一种，但是我知影上帝所予咱的是这4种拢总有。你伫地面上是上帝的大使，你伫上帝家庭内底，你是皇室，你是皇亲国戚，你是上帝后生查某囝。你有一天要甲上帝同齐做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君尊。来，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你是君尊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看你家己做尊贵，唔好随便吞大家己的身份，唔好看轻家己。你是君王，你是王子，即马可能还未，但是你将来一定是。你是皇亲国戚，爱有身份。无应该去的所在盲去，无应该讲的话唔通讲。昨个时阵，礼拜六的时阵啊，早起啊咧上课，上课的时阵哦，我伫迄个所在啊，就伫迄个所在啊，讲啊，讲无张治的时阵啊，把过去的本性佮做落出来，我就讲一句啊靠腰啊。结果的时阵吼，阮迄兄弟姊妹就讲哦，无输啊。这就是啥？毋是咱应该讲的话。有的时阵，咱的本性会走出来。但是求主帮助咱，你是君尊的，你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，有天位的。过来，这是什么是这是？这是徛伫人和上帝当中的中保。这是代表百姓向上帝献上各项的祭物。并且是照上帝方法来奉献，或者祭物得到上帝悦纳。这是爱做一个工课。当百姓牵牛羊要来献给上帝的时阵，这是爱去检查看这物件有开骹破伤无，有身躯生皮有病无。这是爱真斟酌这个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真斟酌这样代志。咱是祭司，并且爱照上帝献祭方法来献祭。咱爱大先献赎罪祭，了后才献烧祭，以后才献平安祭。大先认罪，了后才有法度甲家己奉献给上帝，最后才会当互上帝所录用。所以伊有迄个赞处，大先认罪，了后甲家己献给上帝，最后才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。安尼意思就是讲，这是爱真清楚上帝做代志的方法。咱要安怎知影上帝做代志的方法？来，亲爱的乡亲，咱只是搁甲周报摕起来，封面。周报的封面第3纸迄个所在，第2纸是主后2024年正月21第3周。来，咱来读第3纸这个所在，预备请。圣经读5章，日日约饭团，周周祈祷会，月月有这段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安怎逐工爱读圣经读5章？因为咱若无熟悉上帝的话语，咱就无法度做上帝爱做的代志。咱人活伫这个世界，要活得好，要照上帝的话语去做，咱大先一定爱明白上帝的话语是啥，所以爱读圣经，了后逐工来包这个约饭团，
预饭团哈，就是甲遐物件用材料甲扣咧，甲浓缩淡淡的做一个饭圆。圣经诗篇第一篇讲：人民三思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人就会有福气。所以，伫一天起来的时阵，读上帝的话，了解打包起来做饭圆，互今仔日一直去思想，一直去思想，一直去思想，思想上帝的话。以后的时阵，逐礼拜参加一个祈祷会。如果若会当服务师甲你邀请，来咱来看上后壁这个所在，酒报的封底上后壁迄个所在。咱斟酌看，尾下第2项内底有一个叫做联合聚会。咱拜二早起9点有安静听候上帝祈祷会，是第3是礼拜3的阴暗8点有祈祷会。伫咱教会1楼这个所在，有个兄弟姊妹会讲，牧师啊，我参加线顶，是参加线顶是一种，但是若是会当，用阮牧师邀请你来参加实体的祈祷会。拜四伫社区有祈祷这段有读经班，拜六早起时的时阵有这个合心会。咱若毋忙伫拜六的时阵后摆会当建立。开1个月还是5礼拜的这个带状的这个聚会训练课程，了的时阵，咱会休3礼拜还是4礼拜，了咱搁开第2届的课程。咱毋忙，咱会通伫这服侍顶面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学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有3个祈祷会，用阮牧师邀请你。伫你时间上稳准的下面，会当3甲做伙来参加祈祷会，来参加祈祷会。圣经内底甲咱讲，耶和华上帝的圣殿爱成做万民祈祷的殿。咱有伫礼拜堂内底做礼拜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圣经内底甲咱提醒。耶和华上帝的圣殿，更较爱进一步，毋是干那正做庆典礼拜的日子。耶和华上帝的殿，爱更较重要，是正做祈祷的殿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会当3甲做伙，伫这思想同齐，每一礼拜内底来参加一个祈祷会。第四，每一个月有这段。咱教会内底拜四早起时的时阵，伫咱教会这个所在，大概现处是有30位的这个牧师，也是福音机构的负责人，会同齐做伙伫咱教会祈祷。但是伫原则上，伫第3礼拜的时阵，拜四正无祈祷会，早起正无祈祷会，会刷去伫隔工的礼拜5，去救主堂迄个所在来举行联合礼拜、联合祈祷会。会伫阴暗的7点半到9点半，真侪只小组有一个误解。这个小组的误解是安怎呢？迄一礼拜拄好就是这个祭坛所以咱拄好休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是对着教会的误解。小组伫礼拜5举行的时阵。第3礼拜的迄个拜5是转去参加城市的祭坛，毋是用来做小组休困的日子。听有我的意思吗？所以，迄是一个误解，迄是必修课程，迄毋是选修课程。但愿咱会当明白，咱的教会内底是期待啥物话？爱。祈祷、传福音，但是咱的祈祷毋是干那停留伫咱教会内底的祈祷，咱的祈祷是要对着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城市、国家，所以期待咱伫这思想内底，咱要怎样成做一个有能力、有权柄的祭司？咱一定爱对这当中一步一步。进步起来，
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，也爱教导百姓听叹上帝话来献祭。这是祭司，是你是我的身份。咱即马大部的兄弟姊妹，拢抑个是干那做伫厝内底，咱就是干那做后生查某囝，咱就是干那做后生查某囝。但是上帝喜爱咱的，是咱会当做后生查某囝，长大成熟起来，了会当独当一面，咱会当跟上帝三甲同工体贴天父的心意，了咱会当同齐为着上帝国开展。来付出心力，伫咱的家庭以外，咱当为着社区、为着城市、为着国家，齐心来努力。这是祭司，这是祭司，这才是真正的祭司。咱所以爱明白上帝的话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才有能力官兵代表上帝，着百姓宣告下面。若无，咱就无能力宣告下面，因为咱家己犹原也伫罪中，因为咱犹原也搁伫软弱之中，咱就无能力行使迄个上帝国的权柄。但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这个代志。耶稣耶和华上帝望咱真做君尊的，真做祭司，并且是啥？真做一个国度。安尼，这个国度就唔是家己的，唔是个人的。无对，咱是一个祭司，咱应该真做一个祭司。咱将来要真做君王，但是咱现处时抑搁伫这个地面上，咱是祭司，咱有上帝的灵伫咱内面，百姓内底也有上帝的灵伫伊内面，但是因也无认捌上帝，上帝认捌咱，咱认捌百姓，百姓认捌咱，咱认捌上帝。安尼定态的是倒一部分，就是咱这个人啊，上帝认捌咱，咱认捌百姓，百姓认捌咱，唔捌上帝。所以上帝互咱甲伊同工去甲百姓带来认捌上帝，经历上帝。上帝当然会当去甲遐人感动。大卫包身有一解讲道的时阵，伊讲啊，上帝会当做真济工。有一个英国有一个人。迄个人啊是杀人犯啊，是专门咧帮人是伫乌道内底啊，专门咧帮忙乌道的人啊处理尸体的人。伊家己本身是杀手，又阁是帮忙处理尸体的人。了，当伊互掠入去加甲关咧的时阵啊，因为伊足有力，气力真好，力头真有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关咧的时阵，伫加甲伊迄个面床啊，面床规身啊。迄个面床啊，是含迄个啥壁用阿妈头控做伙的，是安尼甲伊控做伙呢？因为一个问题是，迄个人力头伤大，所以真惊哦。迄个警察若入去的时阵哦，迄个人怎啊举迄啥面床怎为警察甲讲咧？所以伊的面床是黏伫壁的啊，用阿妈头控伫壁的啊。亲像即个人有啥物路用？但是。迄一暝的时阵，耶稣亲自向伊显现。了后，这个人伊伫家角内底，伫伊的家牢内底，伫迄个所在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迄家角的吼，迄顾家角的吼来讲啊，无你是安怎？你哭啥物货安尼？了后伊甲伊讲啊，我耶稣甲我显现啊。伊讲哪有可能？伊就怎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伊讲吼，你毋知影有可能啊，无可能啊吼。就是有，就是耶稣甲我显现，所以伊迄一暝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伊为着家己过去所做的犯罪、杀人啊、处理尸体这代志，伊伫迄个所在一直哀哭，哭到尾手的时候，伊一个心一直讲：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，互我真正，我有真侪人，阮英国有真侪这乌道的人，甲我共款，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所以对迄一天开始啊。伊伫家角内底开始传福音啊，传啥物福音？传耶稣，我去拄着耶稣，耶稣来找我，像我这个人，耶稣都会救我，你嘛爱信耶稣。上帝会当做这个代志，耶稣会当做这个代志，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，
因为耶稣意爱咱甲伊同工，所以伊就差遣咱做大使，做平安的使者，做祭司，去甲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当安尼行，安尼做。所以，咱就是真侪，咱就是真侪上帝国的祭司，毋是家己的，咱毋是个人的，咱伫当中是有家庭的，咱所以爱起来伫家庭内底做祭司，咱所以起来爱伫社区内底做祭司。咱感谢上帝，咱教会内底有真侪正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社区，伫歌谣班，伫读经班，伫迄个所在有即个社区的祭坛，因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，来咱请遮个社区的遮兄弟姊妹遮个志工啦吼，遮个读经班的啦，歌谣班的啦吼，搁啥物会？我当拄搁讲啥？歌谣班、读经班，搁社区祭坛的来徛起来，徛起来，一个好来，拜托徛起来一个来，来，赶拍鼓咧，大声赶拍鼓啊！一个，好，请坐吼，谢谢。哦，对，搁有赞美操的来，好来，赞美操的来，伫倒位？赞美操的，来，感谢主啊，徛起来。哦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，谢谢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为着要互人得到救，咱愿意付出时间。所以伊是社区的，了伊阁有另外一个是啥？伊是城市的。所以牧师甲各位拜托，甲各位邀请，礼拜五每一个月一摆，第3礼拜5，到救主堂去，为着这个城市来祈祷，你就会当代表这个城市来献祭。了，咱爱是国家的。上帝予咱生长伫台湾这个国家，咱已经对着上帝得到极大的稳定、甲疼痛、甲祝福。民国35年还是38年，咱伫迄个所在台湾得到光复。咱若准是35、4555、65、75、85、95、05、15，咱就念伊要80年啊！圣经内底80年的太平日子无几口罩，无几个皇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是要期待咱的国家会当继续活伫太平盛世、平安稳定内底，咱若期待咱的国家、咱的子孙会当脱离亲像乌克兰、俄罗斯因的战争，若是仰望咱的国家会当脱离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，咱若是期待咱的日子会通继续伫耶和华上帝面前望稳定得福气，起来祈祷，起来为着国家守望，敢毋是咱活伫台湾这块土地，活伫咱的国家应该尽的责任吗？我毋是讲你无应该为着你的家庭祈祷，你一定爱为着你的家庭守望祈祷做祭司。但是咱活伫台南这个城市，咱活伫国家，咱爱安怎？咱敢毋是这个国？咱敢毋是摕到一个青色的顶端印着了这 passport 台湾？咱敢毋是应该为着这个国家祈祷甲守望吗？你的住址敢毋是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一段107号？毋是啦，你当然毋是啦。但是是台南市啊，安尼敢无应该为着台南市徛伫守望？为着台南市，为着咱生活的城市，尽一份气咱吗？咱为国家纳税，但是税只不过是敢若金钱。一个国家真正的平安，毋是经济；一个国家真正的平安，毋是政治；一个国家真正的平安，是出自集体的温故，
咱是毋是甲上帝三甲做伙？上帝讲国家的平安是伫倒位？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但愿伊伫教会中，并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上帝心意伫倒位？伫教会。教会才是真正祝福国家的所在。教会才是真正祝福国家上界大的权柄。但咱有安尼做无？祈祷会对咱的重要，祭司身份对咱的重要，比咱做囝儿更较重要，比咱做好野人更较重要。集体温故上帝的心意伫教会，毋那敢若是伫安乐圣教会、伫圣安圣教会，是伫整个台南市的众教会，是伫整个台湾的众教会。咱伫这个时代内底起来征战，起来服侍，起来成做君尊的祭司，成做祭司的国度。我今日要听伫遮，还佫有第二点、第三点还未讲，但是我想咱着听伫遮。我盼望咱会通三甲做伙明白，咱要成做君尊的。阳光的、红色的、皇亲国戚的，成做祭司；君尊的，是君尊的，有身份、有位分、有地位的，伫上帝国有地位的。咱成做祭司，伫人和上帝当中，咱是迄个中保，咱是迄个看狗仔的，咱就是要人和上帝连起来的。上帝把这个身份予咱。咱来珍惜、宝贝这个身份，了，咱来成做祭司的国度，毋是干那一个人，乃是一群人。咱是由上帝特别拣选的迄一群，上帝拣选咱，咱就爱得到这个身份，毋好亲像法老王讲：上帝啊，我无爱阁看到你。上帝无烦恼，法老王无看到上帝。上帝较烦恼的是法老王啊！你对答以后看袂到我，是这个问题。毋是上帝需要咱，是咱需要上帝。当咱真正发现咱需要上帝，咱才有法度转化成做君尊祭司上帝的国度。三甲阿头来祈祷，主你帮助阮，是主你面前的，是这群属上帝你的百姓。主你甲阮讲，阮会当做你的国民，享受你的疼痛，真侪你的子女享受你的福分。但是主你爱阮的是真侪一个君尊的祭司的国度。又将这个意象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大有能力，互阮真实得到这个位分，互阮会当行使上帝国君尊祭司的权柄，互阮伫这个地面上代表上帝，做上帝所要做的工。主，互阮珍惜看重这个位分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上帝疼痛，今仔日咱真欢喜哦！谢谢。有咱亲爱新的这个兄弟吼，连什么？林交济先生，我知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连一宝兄来到咱当中，咱感谢主谢谢。一宝兄伊就住伫咱即个建乐国小对面的巷仔内底尔进前的时阵，伊的太太杜玲娇姐大家过往无偌久，请求上帝帮助咱，十分照顾伫一宝兄的身上。过去的时阵家辉原来伫即个家庭内底照顾
伊的老师林娇姐吼，所以叶宝兄也是老师退休吼，所以伫这当中伊就带伫咱教会这附近遮尔，求上帝继续保守看顾，等下时阵咱会后会当和叶宝兄有加一寡的交陪沟通，毋该有其他的遮兄弟姊妹无？无吼，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，每一届的奉献，就亲像即个今仔日的信息共款，毋是干那奉献咱的金钱，更加是奉献咱的活命，互上帝来录用咱。咱感谢主，透过咱认罪，咱才有法度做真实的献祭，咱才有法度真正伫主的内面用感恩。所以咱会当明白咱的软弱。咱也感谢上帝对咱的赦免，所以咱即时所献的，才会成做一个平安感恩的祭。但愿咱定定会记得伫主内面所领受的恩典。咱用这首诗歌，三个做伙同齐来奉献。咱做伙来吟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。你恩典听通，怜悯无限，愿这声乐称赞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恩典听通，怜悯无限。愿这声乐称赞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恩典听通，怜悯无限，愿这声乐称赞，主，阮感谢。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恩典听通，怜悯无限，愿这声乐称赞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。恩典听通，怜悯无限，愿这声乐称赞。愿迄一位，甲咱对着困难、罪恶、努力当中救出来的上帝，亲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你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脱离一切奴隶的心情，借着圣灵赏赐予你有君尊、有丰盛、有上帝国大使的身份甲态度，并且予你伫伊所赏赐的位份顶面，大有能力行使上帝国的权柄。互你的日子脱离安逸，乃是进入上帝所赏赐精兵的征战，互你诚侪众人的祝福，万国君尊的祭祀。愿荣光颂赞归于父上帝，愿恩典疼痛能力甲权柄赏赐伫你，互你照上帝话语来行。伫这个地面上见证上帝的大权能，直到见伊的日子，对伊得到称赞，进入荣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今
今仔日咱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赐福大家平安。